讲到茶，大部分人会先面都会情景怕落去散家。不过台南市政府想要改变安尼个想法，因为要推动平地茶园的计划，按算提龙潭要开100公顷案发的释放期。龙潭本单路系台湾茶产业的重点位所，主要生产东方美人茶、桃园红茶，特别龙泉茶叶等。平地茶园对中到后长代替3年。生产期是得到20年按9喎，大公顷产量5000到8000斤。热天、秋天的茶专门做本单嘅精品比赛茶，春天、寒天的茶就会去打一般嘅饮料茶市场。台南市政府想要打破安尼嘅计划，台湾的茶产业会有新嘅成功。前怪树提嘅整体，民航改多年提嘅種樹用嘅，中海洋屯陸下也地風嘅生年嘅天，要在個大哥來講，一急凍嘅天要有嘅生命。老大家就老人家啊，爸爸啊媽媽佢就會種茶，特別是年紀大啊，冇種就本配人茶，種嗰種係田菊啊，把咪收成就冇嗬，就變得啦，今年就變得冇種，哦，你啊今年來就想到講啊，他哋講就咁講。來覆蓋來種茶，就加咁做啦，冇啲土地變得多啲咩有限限啦，啊，就加咁做咩多收入啦。中海洋為上在個種茶，其實係受到桃園市政府推動平陽茶園計劃嘅鼓勵。市政府按算屯釋放期實體龍潭，初期目標係100公頃，3年過後，1公頃生產力到5000到8000斤，希望屯茶線發展到6斤。頭一步就係先獎勵農民，再過來講茶園，冇就係種高新茶。茶園哈，它在山坡地上，它種久了，其實茶的生產的年限大概是40年到50年，它的生產力就會下降，茶樹的那個生長趨勢就會變緩慢，生產量就變少了，所以它需要更新。那這塊更新我們是有補助的，3年是補助29萬哈。然後那另外的話，我們是希望就是說有一些平地的你原先種稻的，因為現在缺水，你轉做旱作。那像這種的話哈，你是可以就是領到除了我們的錢之外，還有農糧署的那個就是轉做的錢，大概可以30萬到40萬之間不等啊。此時就談到陸客人種茶俾黃建富，1年前屯3級棟嘅茶園嘅老茶樹產值仲高錢呢。雖然等3年樹成能會個問題，我意識到能種下嘅茶樹會有幾好嘅產能。喺度30年嘅比較講嗬，嘅產量嗬，1年差不多6000公斤啦嗬，哦，而新嘅產量嗬，一家嚟算嗬，一甲嚟算嗬，新嘅產量差唔多3萬公斤，一甲天，哦，啊總收入啦 ，Q A 嗬，屬於差唔多。就15萬左右了啊，新的哈，75萬左右，好，如果扣掉成本哈，好，工資成本，淨收入我賺50萬。做上桃園種幾多茶，尤其龍潭區也長有嘅風難體質，個利水控位之多，種茶一定漲。唔過現陣時代改變，工商業發展，韓國中南部嘅高山茶要發展起來，甚至到桃園，近來見無人講茶園。也桃園市茶樹大概總有550公頃案發，其中龍潭就卡為475公頃。在民國48年的時候，那個桃園縣的茶的面積有9800多公頃，所以說那時候產茶都非常非常的多。哦，我們現在包括的龍潭那一些的那個科學園區、遊樂場、高爾夫球場，都是茶園。那個工業的發達，哦，還有因為桃園是臨近台北都會區嘛，這些年輕人就到都會區去，所以導致這個茶的面積就逐年的減少。那茶人吼，之前捱胎就開始種咧，捱胎、捱公、捱爸爸都捱兩杯。結果呢，捱胎捱公種嘅時節，個茶米茶價錢當好。當捱爸爸呢片嘅時節吼，個團結吼，就公斤做冇6條，做冇6條時節，因為乜嘢呢？就工錢就冇，嗰陣時慢慢嘅茶樹咩落嘅，落嘅時候產量咩冇，產量冇情況之下就
每况愈下，都会不会有太个模上的工作们？桃园市政府想要签几年在桃园茶乡的好光景，鼓励农民种开发地位。是讲食材无按改，欠水就是头一个要面对的大问题。它是属于一个台地，所以水它那个茶没有水，因为现在整个气候上的一个的变迁，没有水的话就没有产量，就没有品质，所以说这个是水源相当的一个的重要性的问题。第一个是水的问题，不过比较起来哈，因为我们的养护费里面，它就像造林一样，就是说包含那个就是水的费用。假如你那边不是灌区，没有灌溉水，养护费里面其实你可以雇水车，然后去在那个茶叶刚种植的时候哈去浇灌。你又付出那个喷灌的来面没用，我没有水，我茶还是死掉。外面他就很快就召集个水务局的讲吼，迅速核准讲水权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吼没有问题的。人爱讲茶叶头多米，下下爱人工，一下人工又钱唔得多，做主要摘茶欠工人的问题，一下又限鼓励爱家种地位茶，冇啥问题解决嚟下。在3年后，我们希望申请的地方集中的话，我们就可以，我们有另外一个计划会补助一些茶的机械化。你采茶机械化的话，就可以减缓人工的需求。我们是希望能够配合机械采收的部分，这个是未来阴影，这是未来一个趋势。因为人工现在以前说采茶姑娘生妹，现在不是，是采茶阿婆了。哦，2个人采茶就将近150岁了。整个从茶园的规划设计都要符合未来的茶园机械采收的这个的方向。日本呢，机器发展，佢剪茶用人手能剪，人人吼，佢4点钟剪半个公斤。你睇平常时嘅去家剪哦，吼，这工人吼，3人就剪吼，剪3、4公斤吼，就行唔停同嘅。而家就講機械化嘅耕作吼，讓省動多人力、勞氣力。看那過去20多年來，台灣種茶的面積還有產量，年減少。台灣茶的產量早就冇辦法滿足大家對茶葉的需求量，均靠意識進口來補。目前的整個那個茶產量只有剩下12000多公頃，年產量15000噸。那我們台灣有2300萬人口，每個人將近2公斤的話，要46000噸。那我们不够31000吨，那我们这个不够量啊，最大的是什么？饮料市场。龍粉的機器你冇甜，對茶粉都做出茶包，種到合嘅好，入下目就好嘅。這小茶包呢，原料呢，喺材料尾，這樹上去，哦，樹上去過來，料尾喺充填。要炸好了呢，用個棉紙包咗幾條誒，然後做了轉過來，而且用了綁線、裁標，最後裝盒。啊，這個目前這個設備呢，是在全世界是速度最快的，啊，最快的，專門作為歐美國家的小茶包的市場，在做生產的。一間茶包公司係台灣3大茶包公司嘅其中一例。業者講嘅規拍，台灣嘅茶線產量唔拉，韓國行銷品牌愛有穩定內容，韓國風味愛遠，嗰所愛出海用台灣嘅茶食材冇按改。最近幾年呢，台灣嘅茶需求量大幅度嘅提高。那麼一方面呢，這個茶人嘅工作呢，漸漸啊，推移下來呢，茶人嘅工作面積呢年年嘅減少，所以呢，作為我哋茶業者嚟講，對於原料嘅取得呢，變成講非常嘅困難。因為我們的茶會隨着四季、季節，然後味道會不一樣，所以我們要做一些調整。如果沒有調整的話，那客人喝到味道又不一樣，那會覺得為什麼這次買是這樣，那下次買
上一次买怎么味道不一样？对，就很多客数。用做茶包来讲，进口的茶成本较便宜，外边加湿，桃园平庸出身的茶根本并唔让人。不过茶专家讲，只要搬出市场就冇问题。目前最夯的是碰红茶、东方美人茶，那一斤茶都要好几千块，特等奖要42万以上。好，去年的龙潭的话，一斤要20万以上。可以把这些春冬的这些茶青原料卖给大的饮料厂。那目前看1公斤将近25块，好的，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个辅导上的一个的区隔。天做高端呢，做那个金钱乌龙，做那个龙泉金萱乌龙，要做那桃园的品牌，然后桃园红茶，这一方面，另外。对于呢，做茶包方面呢，大概高端、中端的三角茶包、平面茶包，这个在市场上也是很大的市场。再来还有一个，就是饮料工厂的原料茶，这个数量是最大的，在地价方面呢，在高端、中端、低端呢都可以做应用的。主要推动平庸茶园计划嘅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行工认为，茶叶市场对最高等呢都一般普通嘅，所以茶厂品质安全，就会有市场，还会卖到唔难卖。我们的茶是安全的。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就是哪边有安全的食物，大家就往哪边跑。我对我们的茶农非常有信心，他们的技术纯熟，而且他们对于安全的观念非常的了解。2年前茶叶安全出问题過後，我有安全的茶葉已經係大家都有嘅概念，就有茶包業者提供 TGAP 產銷履歷嘅產品，消費者用數據 App 來查，就第一得各項生產資訊。一間茶包業者可以輸入俾茶葉店。同樣未講產品有產銷履歷認證，為消費者安心來點茶。对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主要就是降低消费者的疑虑，对黑心食品的疑虑，对，因为它什么都可以查得到，你可以知道它是由哪边出产，对。平庸茶園計劃係愛做到連桃園嘅茶產業嘅升級，大幫地喺台北都會安全案例片來發展茶產業嘅觀光。按上愛以茶禪故事館來收集龍潭嘅茶文化，同時茶包太廠未想愛來開觀光工廠，愛來發展觀光嘅生意。我們也希望能夠增加一些這個場所，讓更多的國人來了解說，茶葉從耕種一直到採收，一直到製作，甚至到包裝，它一個完整的一個結合鏈是怎樣子。然後借由這樣的一個讓民眾可以更來貼近整個一個茶葉的產製銷的一個流程。在桃園這邊，如果有一塊很大面積的茶園的話，我是不是來蓋一家這個觀光工廠啊？消費者來這邊，我可以介紹他茶怎麼做，有幾大類的茶，那甚至我這邊茶園也是有茶青的生產啊。那我也可以讓他們來這邊採茶，自己做茶，做好的茶也可以讓他自己帶回去，這樣子等於是一級產業直接跳到3級、4級的產業了。桃園茶產業實成立做到公共館，下後點下來。一甲子過後，有10萬上外再個發展起來。除了高等的比水茶園外，韓國愛用現代港茶園的方式來做茶園市場的生意，同時團結當年種茶產業做唔下嘅原因，轉變做再個發展的好條件。愛促進上都市人來桃園遊覽留表，安尼茶鄉的好名聲又會再個傳揚。